大家好，我係 Trisha，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。禮拜五凌晨，國際友誼賽有西班牙對伊拉克，今場兩隊都係為練兵，但因為實力差距太大，所以話伊拉克今場想唔輸都幾難。先講西班牙，佢哋係今屆世界盃嘅奪冠熱門，近兩場國友賽係保持不敗，先係3-0贏塞爾維亞，以及0-0打和埃及。呢段期間佢哋防守穩固，所以今場對住實力不及自己嘅伊拉克，無論個人能力定係團隊配合都係佔據上風，所以正常發揮底下應該贏波只係時間嘅問題。另一邊，伊拉克係亞洲勁旅，球員身體素質好，前場衝擊力好強，擅長快速反擊揾機會。近況方面，上一場國際友誼賽，伊拉克就係輕取歐洲弱隊安道爾，但贏嘅對手實力唔強，根本同西班牙係冇得比。咁再講伊拉克陣容深度不足，亦缺乏大賽經驗豐富嘅球員。面對西班牙嘅強勁攻勢，伊拉克就算擺鐵桶陣都未必頂得住。所以話今場伊拉克好大機會係會輸波。立即下載 M 直播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猶如置身現場，睇盡足球、籃球賽事。